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2月1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8篇17节到20节，52节到55节，出埃及记33章第7节到23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30节到3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同行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除了是因为他曾经在山上看见上帝那个分而不毁形象以外，他领受了上帝的呼召差遣，也带领了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扎营，然后领受上帝的诫命。在旷野期间，以色列人也建筑了会幕来敬拜上帝，并且每次的启程都要将会幕收拾起来一起前行，这代表着上帝的同在与上帝的同行，也代表着上帝与以色列同行的这样的一个应许。这也正是摩西向上帝请求的，在出埃及记33章第7节到23节经文这样记载：每一次以色列人安营，摩西就把帐幕张设在跟营有相当距离的地方，称为上主的圣幕。凡对上主有所求问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。每一次摩西上圣幕去，人民都站在自己的帐篷口，望着摩西。等到他进入圣幕，摩西进去之后，云柱就降下来，停在圣幕的门口。上主就从云里向摩西说话。人民一看见云柱停在圣幕的门口，个人就在自己的帐篷口俯伏下拜。每次上主和摩西面对面说话的时候，就像人和朋友谈话一样。摩西回营时，他的年轻助手嫩的儿子约书亚留在圣幕里。摩西对上主说：“你却曾吩咐我领人民到那地方去，却没有指示我要派遣谁跟我同去。你说过你了解我，也喜欢我，那么求你把你的计划指示我，使我能够侍奉你，继续在你的眼前蒙恩。求你记得这民族是属于你自己的。”上主说：“我要亲自与你一道去，求你使你安心。”摩西回答：“如果你不亲自与我们一道去，求你不要叫我们离开此地。倘若你不跟我们同去，谁知道我和你的子民在你的面前蒙恩呢？你的同在使我们在跟世上其他的民族有所区别。”上主对摩西说：“我要照你所求的做，因为我了解你，也喜欢你。”于是摩西说：“求你让我看见你的荣耀。”上主回答：“我要使我所有的光辉在你的面前经过，并宣告我的圣名。我是上主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体恤谁就体恤谁。我不让你看见我的面容，因为看见我的人都不能存活。但是我旁边有一个地方，你可以站在那个你的磐石上。当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会把你放在岩洞里面，用我的手遮掩你。等我过去，然后我会缩回我的手，你会看见我的背，却看不见我的面容。使徒行传在记载司提反被抓殉道之前，他也见证过上帝如何与摩西与以色列人同在同行，让摩西看见听见主的声音，领受上帝向亚伯拉罕、以撒以及雅各所应许的，赐下救恩，领他们出埃及。使徒行传第7章30节到34节。过了4年，在西奈山附近的旷野，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的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。摩西看见了这个景象，就非常的惊骇，走上前去要看个究竟。
这时候他听见主的声音说：我是你祖先的上帝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摩西惊恐站立，不敢注视。主又对他说：脱掉你的鞋子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。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苦难，我都清楚地看见了，我也听见他们的呻吟。我下来就是要解救他们。你来，我要差遣你到埃及去。诗篇78篇17节到20节，52节到55节。可是他们仍然得罪上帝，在旷野背叛至高者。他们故意试探上帝，索取他们所要的食物。他们冒犯上帝说：上帝能够在旷野摆设宴席吗？他固然击打磐石，使水如泉滚滚涌出，可是他也能够提供我们粮食，为他的子民预备肉食吗？52节。后来他向牧者领出自己的子民，引导他们经过旷野，他领他们的安全，无惊无忧，他们的仇敌却被海水淹没了。他带他们到他的圣地，到他亲自征服的山。他在他的子民面前赶走了异族，把土地分配给以色列的各支族，把异族的家给了自己的子民。谢谢天父过去一年的带领，今年的在农历年的除夕，我们可以回顾过去所领受的恩典，因着你的同在、同行、保守与看顾，让我们蒙恩得福，渴求上帝继续带领我们新的一年，与我们同行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